的愛，永盈屋永人的愛嘅花車咧，我哋見到有我哋金像影后多謝擔立哇，我哋歡迎我哋主持嘅嘉賓嚟到台前咧，係準備前台㗎。好啦，先生一路行一路手勢搞到咁慢啊！你再上嚟好唔好啊？好，歡迎歡迎。剪彩儀式開始，我哋一齊數3、2、1。各位嘅來賓，各位嘅傳媒好朋友，大家好！首先，多謝在座咁多各位喺百忙之中抽出寶貴嘅時間出席我哋今日個開幕典禮，同大家一齊分享見證而家呢個喜悅。我實在非常自豪，非常感激大家嘅支持。同時，我相信在座每一對新人喺而家嘅場地都喜出望外，大家認唔認同？多謝大家。喺本集團好榮幸可以進駐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擁有呢個咁優質嘅環境，作為本集團第6分店王府旗艦店。同時亦多謝合作嘅伙伴合夥實驗有限公司同埋 EMAS 上下員工嘅鼎力支持，使我哋嘅工程順利完成。王府婚宴集團雖然開業3年嘅短嘅時間，我哋都十分重視各準新人嘅寶貴嘅意見，無論喺裝修方面、出品方面同埋服務質素方面，都一直都得到咗社會同埋準新人嘅認同。未來我哋會繼續堅持以顧客至上嘅原則，穩健嘅發展嘅策略，提供更出色嘅宴會場所。最後，多謝集團上下員工嘅共同努力，亦係多謝 EMAS 上下員工嘅配合，更加多謝一直以來支持王府嘅準新人。今後我哋一定會將所有嘅婚宴宴會做得更好，更加出色。多謝各位。